我们进货价多少？含运吗？对啊。哦，含运费哦。对啊。哦，那很便宜。然后颜色是资讯吗？还是一个颜色一个编号？一个颜色一个编号。一个颜色一个编号。好，现在就是要准备要直播，所以待会要准备的工作就是先把摄影那个什么手机先架好，对，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来直播介绍行李箱。直播带货应该差不多有8年，应该有。反正脸书什么时候开始有直播，我就开始做直播。好哟。我的粉丝几乎都是印尼在台湾的这些移工嘛，所以他们的需求就会有些东西想要带回去。Selimutnya Kalisa curang, dia udah jual lebih murah daripada aku. Aku awalnya我本来要卖699，你给我卖599，599是不是？来，ini buat warna buat cewek ya。这个很厚哎。对呀。这个很厚哎。Guys。哎，这可以丢洗衣机吗？哎，guys。Teman-teman bisa disimpan, dicuci mesin cuci bisa. Nama saya adalah Antonio Sunarto, biasa dipanggil Agung. Saya berasal dari Jakarta. Dia adalah suami saya, U Junsing. Nama saya Laurencia Juli, asal dari Surabaya. Dia adalah istri saya, namanya Yau Meisan. Kami di Chongli memiliki usaha bisnis online dan juga saya seorang presenter ataupun juga penyiar radio. Dan tugas saya adalah bagian administrasi di dalam kantor. Selanjutnya, mari kita saksikan hidup cerita tentang kami. Satu ya, satu bisa ya? Satu bisa Femi ya, kalau 2 mesti kirim ke rumah langsung karena gede banget ukurannya. Iya, nggak bisa. Lai, 150 kali 100 kali 200, gila bisa buat 2 orang dong. Ya. Lai 599 plus 1. Oke, bisa buat cowok, cewek, sama buat cewek. Kalian tinggal pilih maunya yang cowok atau yang cewek. Udah gitu harganya 599. Tetangga sebelah jualnya 690 belum ongkir loh. Belum ongkir loh. Mereka sama ongkir jadi 790. Bisa pilih warna cowok atau warna cewek. Lah sekarang aku ini ya, warna cowok ya. Warna cewek dulu. 直播那时候刚盛行的时候是应该最早在脸书之前，它有一个平台叫做 VIVO。然后呢，他们在做的时候，很多人打赏。后来就发现，这个好像可能台湾可能会开始流行。所以那时候我也去主动去找这家公司，我说，我是某某某，我的粉丝有多少，巴拉巴拉讲完之后呢，他就回复，对，刚好我们在台湾要找一些直播主，然后呢，就反正就是给我薪水，对，我觉得还不错，蛮好玩的，就体验看看嘛。然后开始做，没想到过了几个月之后，脸书就开始弄了，后来就进入这个直播的行列里面开始去运作。我觉得那个很有趣，那时候的粉丝人数应该不多，在差不多1-2千人而已，不多。但是因为那个直播就爆到5万了，对，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对，以后直播会是一个趋势。3 warna ya,来teman-teman tas koper beranak, ya beli emak dapat anak, mau nggak? Beli emak dapat anak。然后就慢慢的开始去思考，到底这个直播接下来它会往哪一个方向？我的猜测那个时候是应该是会有人开始卖东西，直播从很单纯做节目做内容，然后开始直播带货，那已经很早了，应该差不多有10年，应该有10年前。Dua resletingnya ya, dua resleting. Jadi harganya nggak mahal. Ini warna baru tahun ini ya, warna baru tahun ini. Jadi warnanya nih yang K06。我觉得疫情期间对于直播产业帮助很大。但是也因为帮助很大，所以大家都往线上跑，所以整个流量就是分散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在线上跑，然后价格打了价格战，都是大家价格就是打折到血淋淋这样子。然后后面那时候就有进入到一种低潮，就觉得我要不要继续走下去？今天订单很多吗？今天订单很多吗？没有，还没有算一下。好 ，OK， 谢谢。然后先介绍我的公司里面的同仁，然后
最重要的人就是我的太太，对，因为我太太她是负责内部的，包含你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在出货，是不是？对对，然后还有跟钱有关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财务部部长，打杂的小妹，他叫尤梅山，对，尤梅山，对 ，OK， 好，然后这个是我另外一个 partner 伙伴，她叫 Lisa， 那 Lisa 在公司里面就是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她是客服的部分，对，她很善于怎么样解决客户的抱怨，对，她非常非常的善于，而且她有耐心，对，她有耐心，所以她虽然动作很慢，有时候我也受不了。坦白说，但是也因为他的动作就是比较细心，所以很多一些客户的部分可以能够留得住，就是要靠他。这是昨天的订单嘛，对不对 ？OK， 你这样会不会被弃单？呸！我已經5年來了公司，對我們像朋友，基本講我係個員工，都是他的同事這樣子，對，就是大家各個有各個的那個叫什麼，優點吧，有缺點啊，我有缺點，他的優點補我的缺點，這樣子，對，比如說我也承認，我動作都慢，對，很慢，只是我覺得我是希望可以細心，我不要錯。寄出去了，我寄錯了，我又浪費一個那個運費，對，我盡量要減少，就是這個運費。當初在做直播那一段時間，剛好我們中華民國就是台灣政府那時候有推動所謂的新南向政策，那個時候也透過直播，其實我們那個時候在做跨境。我們應該算是蠻前面的，有開始覺得台灣的東西可以銷售到印尼。我那時候就單純的想法說，可能需要貿易公司，就這樣開始運作。那我們也有接到一些廠商跟我們的洽談，那我們就把他們的品牌在當地註冊啊，然後他們的商品註冊啊，所以我們有代理一些台灣的一些品牌的保養品，還有隱形眼鏡，然後進入到印尼的市場。從個人，然後變成公司，然後做跨境這樣的一個，我也沒有想過，覺得好像一切很美好，可能是雙魚座吧，覺得一切都很美好，對。可是一進去之後就好像不是這樣就是當一個人做比較方便，然後2個人做好像還可以，3個人、4個人、5個人，哇，這麼多人的時候就發現壓力很大。他可能就是當時也是好像工作有遇到瓶頸啊，然後我在移工中間也是做一段時間了，就覺得那個管理文件那一些也是有一點壓力還蠻大的，所以就想說，那想要去自己創業，那就試試看吧。對，反正當初的想法就是說，如果說不行，那就再回去找工作就好了。開了公司之後，我覺得我蠻感謝他，所以那段時間就有很多磨合，所以大概彼此了解，他也知道，我也知道他的個性。因為那時候真的壓力很大的時候，他就會覺得會默默的晚上在床上，他就會哭啊，然後就說好像沒有比較好好像沒有賺比較多，所以一切的那個美夢好像被戳破了。對，其實我蠻心疼他，就是我那時候的美好的畫面好像一直沒有實現，因為我要太多。我們開公司也4、5年應該有，對，從一開始就慢慢就走一步算一步吧。對，因為那個其實也很難講，我們也沒辦法預料說，後面會發生什麼事嘛，對。所以就是反正遇到什麼問題，我們就解決那個問題，就一步一步來這樣子，對。為什麼會來台灣？就在
印尼在高三的时候的某一个晚上，就我爸爸就突然就问我说，有没有想要来台湾，说回台湾。我就说哈，然后我以为是我会跟其他同学都一样，就是留在印尼继续念书这样的，升学念大学啊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我就说好啊，好啊，就答应了。但是那时候的对台湾的印象是完全是陌生，我以为就很像香港那个电影里面的成龙啊，就是公车一堆，然后招牌，就是那个香港的场景，我以为是长那个样子。唯一的对台湾有印象就是玩具，因为以前我同学的比较有钱的，他们会买到玩具的话，他就会炫耀说：“你看我的车子很酷吧，而且台湾做的哦。”哦 ，OK， 所以我以为是台湾就是一个地方生产很多玩具啊，公车那个小小车子这样子，就大概就单纯就这样子，之后就没有了，没有什么印象了。我要吃一样的，我要香兰味，然后那个招牌的。饮料我可以自己拿哦。我第一次来台湾，我真的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带了一个行李箱，真的很简单的一个行李箱。出关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已经很晚，大概在差不多9点半。然后因为我们是直接到侨大先修班嘛，我印象非常深刻。林口那个时候真的是不像现在。暗摸摸的，然后很多摩托车，然后我就觉得啊，我是来到乡下吗？怎么跟我想象中的那个台湾，就像香港那种景象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好不好的印象呢？我觉得应该不太好。Oh yeah， makanan kesukaan gua。因为我常来这边，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印尼的点心，它叫做 martabak 月亮饼。那台湾有点像台湾的那个麦饼，所以它做起来就比较厚实。小时候我们在吃的这个东西，通常不会到店里，因为我们都有那种推车，透过这个巷子里面这样穿插，然后他们就会敲声音，我们就知道这个声音就代表卖什么，对。其实我吃这个印尼的月亮饼，我吃的不是它的味道，我是吃的那个记忆。回去13天了，我去好多地方了。那经过这一次是工作然后找朋友。没有去板东这样子，没有。没有出去玩，没有时间了哈。13天里面应该有12天都在工作。家落台我同學朋友，來台灣都唔識嘅啦，會幫忙會我要買時錢，我會打電話幫佢，用嘅銀行，佢都冇可能上海都網路嘛。我呢大部分我為了會識嘅，佢上下都 FB 佢會講，要買新聞為了要買事情佢特別會講嘅粉絲全部會看咁樣嘅，當然識嘅，像明星一樣。我聽得懂，像明星一樣，是嗎？OK， 讚，感恩。你先坐，我去忙一下。好啊，謝啦。好，謝啦。这个，对，等一下看看你的这个可以吗？哦，不行，我的是你的是这个吗？那个 C type， 这个是 C type。这个的话可以吗？他是我的好朋友，在电台的时候就认识。印尼办事处。电台
在印尼办事处，对，真的很久。对啊，英办的时候。然后我们以前是在印尼办事处一起工作的伙伴，对，然后我们是处理劳工的事务。今天主要是因为我们固定会一个礼拜会有两次的节目，对，然后就会讲到关于在台湾的印尼移工的权益跟义务，然后跟他们讲要注意哪些事情，该做不该做的，啊，譬如说他们的账户回去印尼之后，他们这个账户都没有给他关闭，诈骗集团他会利用他的这个账户盗用，然后拿去当做一个诈骗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就会跟他们说像这样的一个讯息，然后还有譬如说那个不能带肉品进来台湾，然后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顺便。一般我们尽量就是找新的话题啦，对，或者新的新闻，对，来一起讨论，一起分享给那个我们的听友。我觉得君熙嘛，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伙伴，也是觉得是说他还蛮会带领我们的，这个事情该怎么做，然后他就会规划得很好。那如果像做一个广播节目，他会先跟我一起讨论看，然后听听我的意见是什么，然后他才是表达说我们下一步是该怎么做，怎么展现出来这个好的节目。所以跟他合作的时候，我是蛮放心的。USB 的，现在是太极。好，等一下我们要讨论什么？我们不是你说要教客语吗？对啊，因为今天很特别哦。对，因为今天因为我刚回来嘛，然后我妈就是客家人，所以就是会谈到客家的文化。但是你比较熟悉客家的文化。他是你有讲啊，你看比我厉害，我不会讲，连我都听不懂。因为我妈是客家人，然后爸爸。小时候我很喜欢听广播，然后对那个广播声音后面的那个人就有很多一些画面，然后一些好奇，然后因为他声音很好听嘛，然后呢就有一个愿望，小时候就说可不可以有一天我可以成为那个电台主持人，所以我都会重复，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去模仿，我是当做一个那个电台主持人，然后去，因为你以前是卡带嘛，就把卡带放进去，然后这样子录，就这样子玩，对不对？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愿望这个梦想应该很难达成，因为在印尼基本上要走媒体，如果是华人其实不容易，也从来没有听过有华人进入到媒体产业。隔了很多年之后来到台湾，就我的学长谭云甫他也进入到中央广播电台，那时候就大概我在工作的第2年，在印尼办事处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当这个电台主持人，我说好像可以试试看。回想起来小时候的那个画面，而那个画面就会让我觉得好像实现了。Halo,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sekalian, apa kabar? 大家早上好，你们好吗？你们好吗？Karena kan aku baru balik dari Indonesia teman-teman. Orang tuaku ibu tuh orang 客家人，我妈妈是客家人，对，客家，讲客话，sama apa majikan atau sama pasien。有Esther bilang 我每一天都讲客家话，哇哦，好棒哦。Hari ini kita belajar 客家话可以吗？Ngai Nini Kong Hakka. Ngit Kong Hakka. Berarti aku setiap hari ngomong bahasa Hakka. Wih, keren ini nih teman-teman nih, hebat ini. 我们在电台跟电视比较不一样，电视有一个它的版本，有一个它的规矩嘛。可是电台它会透过声音，那个声音跟你的表情会有做一个连结，那个感情会存在的。现在反而加了直播，然后可以念他们的留言啊，我觉得互动会更好。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人是很喜欢被关注的，所以当我念他们的名字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好开心哦。我的这个主持人有关注我，对，因为我们的节目以前在中央广播电台的，我们没有所谓的直播或者线上像这样的发达嘛哈。所以我们都会用录制的方式，那因为他也没办法打进来，那我也不知道听众到底有没有在听我的节目，所以我那时候做一个挑战，就是打电话出去把
那有一次呢，我就打电话给一个听众，一个女孩子，听起来就好像有一些问题，那她想要离开她现在的雇主，因为她的工作很不满意。那后来结束了那个通话完之后，我不记得这个人。过了5、6年，可能7、8年吧。有一次我在台北市政府主持那个开斋节的活动，她突然就跑来过来，一个女孩子，然后就跟我说：“哎，哥哥，你还记得我吗？”我说：“不记得，因为太多人了嘛。”所以呢，他跟我讲刚刚讲的那个故事。但是我觉得让我很感动，他就跟我说，因为你那一通电话救了我，成为电台主持人，印象最深刻，我觉得应该是这件事情。Nanti itu orangnya nggak pulang nggak apa-apa, yang penting oleh-olehnya datang. Betul, betul banget. Nah， 我有在怀疑，那牛皮可以带进来吗？鸡肠子可不可以带进来？Aku lagi mikir nih, aku lagi mikir. 然后呢 aku udah turun sampai di sampai masuk ke 机场。检查的的海关，提醒大家不要带肉品类、蔬菜类等等，这个都不要带，jangan dibawa。在谈到移工在台湾的政策跟一些改变，我在这个产业里面，就是移工的圈子里面，应该有10几年了。我一开始就传达就是亲切、好玩、有趣，死板板的政策怎么样让它变成生活化。那让他这个政策可以跟移工的生活怎么去调整？那在10几年以来，我最早的那时候在印尼办事处工作，其实那时候他各个县政府其实对于印尼的移工，因为资源很少，所以那时候没有所谓的1955，然后每一天都在发生逃逸啦、吵架啦、打架啦，然后这些负面的新闻在社会上面都会听得到，所以那时候移工怎么样求救这件事情，唯一的方法就是电台。belum tentu kamu tuh harus tinggal lama di Taiwan, belum tentu. Jadi kalau 台湾政府或是台湾人民开始意识到，移工他不只是移工，移工的背后其实他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后面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是一个资源，而我们台湾怎么样去利用、善用这些在台湾的移工，能够扩展台湾的被看见。印尼移工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回去到印尼，其实怎么样让这些移工分享台湾的好？那如果我们能够把好的印象给这些移工们，他回去讲的东西都是好事啊。进来台湾通常都会带美食，所以呢，我就问那个海关，我就问他说：“姐姐，请教一下，我不是叫姐姐了。”长官，可以了，可以叫姐姐了。我就问他说：“哎，我有带牛皮跟鸡肠子，可不可以带进来？”然后那个海关就说：“不行哦，先生不要哦，你会被罚20万万度。”不晓得，我觉得很喜欢跟人互动，我应该算是 people person， 就是我很喜欢跟人互动，只要有人我就很开心，人越多我越兴奋。如果人越少，我就会今天是不是某某平台不支持我，就人不来看我的节目。我觉得我有一个特质是能够融入，就是让大家在一起，不管是在电台或是现场主持，我就会很喜欢跟大家互动，我就很喜欢让别人开心。Itu lagu jadul banget。拜拜，哦拜拜再见，拜拜。好了，kita pamit dulu guys，拜拜，拜拜。我们上次最后一次来这边多久？不知道。带小朋友吗？对，他们还国小的时候。带小朋友，现在他们都忙自己的事。长大了。现在只剩下2个老人家。我们怎么认识的？1995年的9月份，就刚来台湾的时候，对啊，学中文啊。对，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们很快认识，7月份，然后9月份就在一起，一直到现在。我们的个性应该完全不一样吧？不一样，一个很吵，一个很安静。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啊，你觉得我呢？就很活泼啊。
很好笑。啊，对了，他那时候就是爱搞笑，对对。我是高中毕业完之后就来台湾念大学，就是因为在印尼的时候完全都不会讲中文，所以我爸妈是希望说就是来台湾顺便学一下中文这样子。对，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华人。对，开始在台湾生活之后，因为学校有那个餐嘛，就是中餐跟晚餐。吃不习惯，有时候就是他们就是大家一起下去，然后就买个鸡排跟珍珠奶茶再带上去这样子，结果没想到1个月胖了快10公斤，对。因为那一段时间是我们就是刚好2个人，就是一起来到台湾嘛，我想，然后。我们那时候好像是群组也是，就是一群从学校出去啊什么那些，就是会一起走出去一起，所以可能会有稍微聊天啊，就是跟他相处，他觉得还不错。然后就是某一天在那个，就是我们一个操场里面跟我告白说，这个人还不错，那就先试试看吧，先交往看看这样子，对。你说爱谁比较多？你觉得？应该爱谁应该都差不多吧，只是我让他比较多。对，他让我比较多。我也有让你啊。你那时候去做文化大学，我骑摩托车从中原大学骑到去找你，然后把你载回来。就是2个人都是独立的，家人都不在身边嘛，所以就是比较会依靠。反正只要到了周末，我就会去找他。好了，我爆料，其实那个也是很好奇，想要去骑摩托到文化大学有什么感觉？对，可是我常常会把这个东西拿来讲，跟大家分享。你看我多厉害，多爱他。会了吗？啊？还好，凉凉的。毕业之后，我们2个都刚好有找到工作吧，好像，然后就自然而然就是，好吧，就先留在台湾这样子，没想到一留就留这么久。对。我们那个时候，我爸妈也没有希望我回印尼，继续留在台湾，圆他的梦是吗？对。老板娘，我来了。嗨，你好。我们2个要吃饭。好。坐那边吗？可以，几个好人？ 2个。2个人可以对，2啊。个。小朋友去上课了。今天都有吗？有鱼没有？哦，比没有。还没准备。好，不多不了，这就好，然后放一起热好吗？这个有吗？虾？有虾。好，再来是今天开的小二喝汤。好，谢谢。谢谢。每个礼拜我们大概会有1次到2次，都一次印尼料理。不晓得就觉得还是比较习惯吧。对，那个味道不会就想吃不会那个味道，不见就会想要一直吃。我这边呢喜欢吃那个 ketoprak， 里面有饭团，然后加冬粉，然后花生酱，然后青菜。普拉克像台湾的什么食物好像没有，它就是一个花生酱，然后加辣椒。沙拉吧。啊，对，有点像沙拉，对。可是它的酱不是用那个沙拉，是用那个花生酱。可能我吃的比较重口味，那一开始就是台湾的食物味道没有那么重，对，而且感觉好像比较油，因为印尼那边的那个食物就比较干嘛，就是可能就是白饭，然后跟肉这样子，就比较不会那么油，对。这边就有饭团，这是应该是印尼人的当地人的食物。牛肉的那个，它这个 soto 特色就是里面有加很多香料，姜黄嘛，还用加姜黄，对，然后里面有
那个番茄啊、马铃薯啊，就所以它味道会比较重。最喜欢吃台湾的什么？我想一下哦，葱油饼、葱抓饼是我最喜欢的。对，然后最近应该是这一年，我特别喜欢，只要是早餐有吃的话，我就会买葱油饼加九层塔，九层塔。在中立的那个生活费好像比较便宜，因为我就是住过台北跟中立而已嘛。那台北我觉得生活步调真的很快，就很紧张的那种，对。然后中立就比较放慢速度这样子，对，比较轻松一点啦，对。所以住起来会比较舒服，对。那因为以前中原大学毕业之后一直留在这里，我住了25年，我没有离开过中立，就是一直在中立，然后可能就是搬家，可是还是围绕在这里。从经济面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住在中立是划算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这边比较简单呢，对，比较不会有那种像台北市的走也很快啊，步调很快啊，对，可是中立就比较简单。互通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他们。妹妹还没回来，然后这是我前世女友，我的大女儿，也叫吴佩恩，今年16岁，未婚。现在征婚不会太早吗？你交过几次男朋友2次。 2次，你看，16岁就2次的交男朋友，我很骄傲，表示我的基因还不错，对吧？就是妹妹还有了，妹妹还没回来。那么我们相处时间真的很少。吴佩恩跟吴培慈他会比较晚下课，然后我们也忙工作，所以就晚上就买外面的，买回来就是自己吃。所以我们就很珍惜，就是晚餐啊，然后礼拜天出去一起走啊。妹妹现在是吴培慈国三，然后她自己本身对于学业是自己很要求，一个礼拜7天都在读书。不过这件事情其实，在发生之前，我们有对话过，我就问她说：“你为什么要念这个这么长？”我说她想要念医学，说喜欢当医生。我说：“那你很清楚要做这件事情，那你要付出代价是什么？你的家庭资金就更少。”对，他说他知道。对，我佩恩是一个他比较综合性的，然后他学业还不错，他很喜欢舞蹈，他是算追星族嘛。他有一个兴趣就是喜欢 Blackpink 是吗？还是有新的版本？有新的。我觉得我爸爸妈妈教育比较民主吧，不像就是有些家长会希望自己的小孩比较注重在成绩，但爸爸妈妈就是我想做什么就都支持我去做，像我喜欢跳舞跟画画，他们也都会让我去。大家对于东南亚的印象可能就是比什么台湾、日本、韩国那些比较落后，但其实真正去的话，会发现其实雅加达那个比较大的城市发展可能比台湾有些地方还要好。回去印尼的时候都是寒假，然后过年的时候会回去。觉得在台北的话，可能就是大家的步伐都比较快，然后在雅加达感觉就是比较轻松一点。我听不懂印尼话。其实我们在家里大部分都是讲中文。我们私底下2个在讨论，然后不让他们先知道的时候，就会讲印尼话。我们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是2代，就是新住民的2代要不要讲，就是学母语这件事情，不是不让他们，就随缘。
原因是因为我过去小时候的一个经验，因为我爸爸妈妈是讲潮州话、客家话，所以我的印尼文有口音。那我刚开始有口音的时候，跟其他小朋友互动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不是印尼人，我不是跟他们是同一国的，然后他会觉得你不是印尼人，那我觉得很丢脸。那有一次呢，就是老师就在大家的面前就说你不是印尼人，我就哭了。那我还记得那个小时候在国小3年级，所以我就回去跟我爸妈说，我从现在开始我就不讲方言，我不喜欢被排挤，所以我跟他们的要求就随缘就好了。那我也不希望他们2个长大过程当中遇到我的那个时候的经验。看得见吗？看得见吗？可以啊。Hello， 爸。啊，吃饱了没？吃饱了。吃饱。我这通电话想要跟你聊一下小时候的事情啊。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把我送来台湾呢？因为我當然間細時候讀小學啊，就學講讀到國民黨喺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三民主義啊，對教育方面更很好來呀。忙結婚以前啊，我就想話，聽一般我也冇講嘢麻麻地喎。啊，特別我心方想，如今我就3年我送去台灣讀書。因為這邊呢，看到國民黨啊，到這個中國教育啊，完好比今年來啊。我以前很討厭他，對，非常討厭他，因為我們小時候的關係不好，因為我也很條頭，我很皮啦，然後爸爸也不喜歡我跟當地人相處，因為他也看過當地人怎麼樣欺負華人，所以1965年那種排華事件，也不少的華人也就這樣被殺害嘛，所以他不希望我們的這一代跟印尼人有太多的關係，這樣子。只要我跟其他的印尼的小朋友互動的話，因為不懂嘛，他就回來就開始打，關係一直很不好。我覺得他很討厭我，我以為他不愛我，可是後來發現他愛我的方式是不一樣，因為他用他的方式，他不會說我愛你啊，什麼抱抱啊，他不會，他是一個大男人。可是你那時候就很辛苦啊，就是我記得你那時候什麼工作都願意嘗，就什麼都做，什麼都做。我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就可以來到台灣念書，以我們的小時候的經濟不可能，對吧？係慢慢講，我樣想，因為我高中畢業嘅時候啊，我心都很想我，就係送你去台灣讀大學，啊，變到媽媽嘅妹聲啊煩緊嗬，佢就講係啲，佢就喊你去做工，什麼做工，什麼讀書緊，一定要多少稅啦，啊你把事做唔到，做唔到緊，特別我冇咁樣想，特別我要準備啊，啲存起來咁樣，啊邊我就能夠做到來啊，做到。謝謝你。有一個西班牙神父，我到現在還印象很深刻。他跟我說，父親沒有錯，他用他的方式認為那是對的，來教育我。你可能不能接受，可是他認為是這樣是對的。我就把那件事情放在我心裡面，就慢慢釋懷。因為我們家都是天主教，所以在天主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儀式，就是耶穌幫他的門徒洗腳。我不曉得哪一根筋來的，那一天晚上我就說，我要幫我爸媽洗腳嘛。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是幫他洗腳，洗他的左腳，然後右腳，然後邊洗邊哭，然後媽媽也是一樣，邊洗邊哭，然後我們3個就是哭成一團，然後洗完腳之後，我們3個人就擁抱，我終於釋懷了，就是放下我對他的抱怨，然後認為，我以為是他討厭我、不喜歡我、不愛我，然後從那個時候我真的是釋懷，我真的以他為榮，
4个小孩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可以把4个小孩送到台湾念书。我以前在这么多的工作当中，其实我压力很大，原因是因为我就把每一件事情是看得很重，就是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然后什么时间点一定要完成。可是做到后面，然后我觉得冥想对我来说帮助很大。我有思考过，为什么我这1年我不会累？我后来发现，是我现在所选择的东西，真的是我热爱的，就是我喜欢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以前在去年的时间，其实我选择的东西就是为了要追求，我要赚很多钱，然后我要照顾所有的员工，我要让每一个人在我身边是开心的。但是到头回来，我就发现，在我确诊那段时间，前面的3天很多人在关心我，哎，你还好吗？有需要什么什么，对不对？到了第4天都没有人关心我，然后公司的同事也没有说，哎，我需要你什么什么什么，他们都已经处理好了。其实当下，我就会发现，啊，我活到40几岁。我死了以后，好像这个世界没什么改变，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在想，好可怕哦！对，原来我的人生意义真的不大，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接触到冥想，最后就开始慢慢了解，好像好多事情不是我要的，然后甚至于有一些信念啊、一些想法不是我的。后面我就开始觉得，我到底追求什么？后来我得到的答案就是很简单，就是快乐而已。所以从去年开始就确诊完之后，我就开始积极去寻找什么是快乐，然后开始去问很多人，神父啊、牧师啊、宗教领袖啊，开始问，然后网络上开始去寻找。我现在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去参加车队了，然后以前车队其实开始慢慢的很淡，我就开始主动跟他们说，哎，我们可以做这个，我们可以做那个，哎，这个不错啊。然后也因为我开始主动跟他们说来办这些小活动啊，然后参加什么活动，他就开始慢慢其他人就因为我的存在慢慢被感染，现在整个车队就有那种对话非常多，然后小组里面的一些互动非常非常的多。我得到的一种回馈就是他跟我说，谢谢你的存在，因为你的存在，我们的车队开始活泼起来，然后有很多人开始因为这样子慢慢回来骑脚踏车。我就内在这种感受就是，对，这个就是我要的。今天很早起来，通常都是要运动的时间，差不多5点半就起来了，对，然后待会就要去骑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比较常大家都在练脚踏车的地方，就是佛陀世界。我要出门了。好，拜拜。拜拜。小心哦。好。爱上脚踏车应该从国小开始，后来中间因为学习啊、上课啊、念书，然后就工作，就把这个兴趣就忘掉了。现在来到龙潭，待会我们就要跟另外一个车友黄牧师，也是印尼华侨。跟他会合。早安。
好，今天早上我没有一个人，那今天我就跟我的好朋友黄牧师，是，他入坑到脚踏车的世界，是我害他的。就那时候，每天来到我们家嘛，就聊天，呢就说，哎，要不要我们一起脚踏车运动嘛？在我在低潮的时候，就请教了很多好朋友嘛，然后前辈啊，然后找神父啊、牧师，就聊着，就我们就来聊着完之后，他就说，哎，你喜欢骑脚踏车吗？就稍微聊一下，聊到后面就欢迎入坑。大学的时期就有一个梦想，环台湾这样的一个梦想，就一直到现在没有达成。但我觉得这一次，我觉得从2022年到2023年，就是因为跟印尼的车友会嘛，就大家一起，他们也鼓励我，就接受他们的邀请，就参加，应该有10场的一些挑战赛。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跟那个黄牧师。我们有一个策划，也正在筹备当中，也是开始进行，想要邀请很多的印尼的喜欢骑单车的人，邀请他们来台湾，来认识台湾。可以吗？可以吗？准备要爬坡喽！好，加油！像这一条路佛陀世界，我也录制了一个短影片，就放在 YouTube。然后让大家都知道说，哎，台湾有这样一个挑战，一个小小的路，然后其实它的路真的很美。像这个风景，今天比较可惜的是有起雾嘛。那如果是夏天，哇，这个天气真的是很美，这边都是蓝天，然后从上面就会看到那个石门水库，真的超漂亮的。如果说各位如果说有机会来，这应该算新竹县哦，就是从新竹关西那边上来，或者是从桃园这边上来，可以到龙潭这边上来去，就会看到这边真的很漂亮，对，很适合这边。心情好会让你更好，心情不好就会觉得好像一切的问题不是问题。对。我在还没有拿到身份证之前，我觉得我很想要拿到中华民国身份证。我觉得在这边，我好像创造好多事情在这里，对，创造很多一些我人生的故事。我可能小时候不会想过，成为电台主持人，然后成为台湾跟印尼的国家通译人员，然后开立公司，认识梅山2个可爱漂亮的宝贝。很奇妙的一个人生旅程。我是吴俊兴，我是尤梅山，我们在台湾住了27年，我现在有可爱的老婆，聪明优秀的2个女儿，我觉得我的人生幸福了。爸爸妈妈，谢谢你们这几年。我所有的兴趣你们都支持，然后也让我很自由的成长，我想要什么都可以，然后也不会反对我说什么。虽然有时候会吵架，但是你们还是会包容我的脾气，谢谢你们。谢谢爸爸妈妈把我们养到这么大，然后也谢谢你们很认真的工作赚钱，然后养我们。然后也不会跟我们抱怨很累什么的，谢谢你们。